续转到出面台府讨论嘅现场，你基本来到 Randy 哦，来到财体嘅农民还有相关嘅部门嘅总管，共下来探讨了解食品嘅安全。这边问题要请教杨主任，刚刚整理了乡亲们的意见，大家都提到，其实对这个进口肉品的这个疑虑，他们还是坚持自己本位，用心做到最好。不过，其实我听说有一种力量，其实是来自于最末端的消费者。消费者你膨不膨胀，你支不支持，有时候可以逆转胜回来决定市场需求哦。所以，你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到底怎么选、怎么吃？我觉得这个消费者虽然可以主导我们的消费市场，可是我觉得力量还不够大，应该是我们政府要来做把关的机制。像刚刚大家都有讲到3管5卡，可是真的没有管也没有卡住，因为它进口的那肉品呢，在海关只有抽查5%。那5%就有20%不合格了，都含瘦肉精。是，那其他95%流入我们的台湾市场里面，是不是一样是20%都不及格？你只要5件就有1件不合格，都含瘦肉精。那你看我今天报纸呢，他还说连澳洲纽西兰的牛肉都含另外一种更毒的瘦肉精，叫做奇帕特罗。那我们的政府到底是怎么管、怎么把关的？我们很担心。那我们消费者好，我今天只要说我们政府做好标示，我在超级市场或是说在大卖场，他们有标示，我今天我当一个妈妈，我要去买，我知道说，含瘦肉精的那些美牛或是纽澳的牛肉，我们不要去买。可是如果在餐厅呢，在夜市、在牛排馆或是已经制作成汉堡肉，我们能看到它的标示吗？更无从分辨。我们最担心就是这一部分，尤其我们的孩子，他们几乎都外食。你看，在外面读书，他都外食，他有办法去选择他吃的东西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含这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真的，我们很担心。所以主任不但说出了基金会他们一直长期在关心事情，更重要的是说出作为一个妈妈的心声，到底要买什么给我的孩子吃？这边我要请教一下副座哦，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比如说在进口的时候，我们我们现在不是逐批抽查，是这个抽验，它的比例这么的低，好，这是可能是一个问题。将来有没有办法在这边做结构体质的强化？还有第二个问题哦，其实刚刚杨主任也提到，其实国内还有很多高风险群啊，我们的洗肾病人这么多，我们的肝啊、肾的这种慢性病的这个几率都很高。针对国情的不同，像这些种种的各种食物，有时候甚至还是进口非法的，那这样子真的很令人害怕。这边你的回应是什么？是，非常谢谢杨主任给我们点出来这个问题，那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报告那事实上，全世界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它有那个能力它去把所有的进口的肉一箱一箱的开出来，每一样去检验。这个平常讲，现实上全世界没有人做得到的。那在这一个进口的管制上面，卫生署这一边它有一套的所谓的风险管理机制。也就是说，我这个进口商他进口的，我给你抽2%，那抽了以后呢，那如果我发现你有问题，那对不起，我会提高这个抽查率，最高可以提到100%，可以抽到100%。那这是目前的管制。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世界各国都是以这个风险的这一种机制，可能这家厂商他常常进的东西都有问题，可能是因为价格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就会抽的非常多。那这个是那个目前的做法。还有刚刚讲到，就是说对于这些高风险群，譬如说小孩子还有重病的这个人，我要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现在所吃的东西、所喝的东西，没有一样是零风险的。我举一个例子各位知不每天都在吃盐巴？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今天我吃盐巴的量，我增加25000倍，吃下去以后，我们人照样受不了。那所以说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告诉大家，任何东西都会有这个风险存在。这边问题我要请教的就是我们的副处长，刚刚农民提到了他说其实现在呢，这么用心，反而就是台湾的本土品牌，台湾制造本土品牌，反而价值越来越高了因为可以让消费者更安心的接受。那我要问一下是说，我们畜牧处这边未来在对我们国内的本土畜牧业有扶植计划或更积极的做法吗？
我在这里呢，要很感谢刚才有几位业者呢，事实上是蛮有很大的企图心。我想他刚才有提到，他不派国外的猪肉进来，我想这个是一个刚才我一开始所提到的，国内加入 WTO 以后呢，我们原先认为对畜牧业的冲击是很大，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养猪界还维持90%以上的自给率。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跟业者这样在把关，在这里很感谢。那第二，刚才也有养牛业者也提到说，国外进口的事实上，尤其是美国会冲击到国内。事实上，我们是认为以价格来讲，现在我们台湾本土的牛肉根本就是没办法竞争，因为我们就比人家贵了1倍半到2倍。那我们是认为美国牛肉进来，事实上不是占我们本土的，事实上它是在占纽澳，因为纽西兰跟澳洲呢，大概是占我们国内的60%的进口，美国才40%。可是总值来讲，美国跟纽西兰事实上是一样，也就是纽澳的价钱呢，事实上比美国还便宜20到50。所以我们是认为美国牛肉的进口不是侵占我们国内的一个市场，因为国内的市场事实上已经分隔很清楚。是，好，谢谢副处长回应。这边我想要请教我们云林县政府的吕处长哦。我们看到这张表格啦，我想你待会给你看一下哈。现在我们台湾各种肉类的通路分析表，大概你看得很清楚哦。牛，尤其是牛哦，在这个超市场这个最多人去买的这种普遍的通路上哦，0国产是0%，进口有100%。然后猪当然我们自产比较多，所以国产的哦牛还是一样哦。所以在餐厅的部分哦，是有一些专卖店。可能只有10%，但是还有90%的缺口，所以我这边要问一下，这好像那个非洲草原没有人穿鞋，所以反而有100%的空间可以去发展鞋业这样的商机。在县政府来讲，你们推出这么多优良的安全肉品哦，将来在不管传统市场也好，或者是一般的贩售通路上，你们县政府有没有什么中长期的拓点，或者是在增加产量增加它的销路的方面有一些比较长远的思考？其实是有的哈。我们大概我举现在的牛肉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牛肉只要是用我们云林县肉品市场所屠宰的牛，我们就去仿照日本，去核发一个在地屠宰的一个安全证明，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那因为其实很多的牛肉业者，比如说那种牛肉的火锅啊，或者是牛肉面的，那我们也希望说用我们在地仿照日本的在地屠宰证明，这是给发放，让他们消费者都很清楚的知道说，哦，这都是在地牛吧。那就是我们安全的牛肉。那第二个部分呢，在通路其实现在看到是0，我们见到一个非常好的市场。那我自己也跟所有的通路都打过招呼，比如说我们市面上所看到大的量贩店，那所有算得出来的，我全部都跟他们说过。那每个人都非常很有意愿，每个人都来跟我们提案说要来跟我们合作。那或许很快的，我们透过斗南镇农会的协助，那我们整合所有的云林县的养猪业者。那我们的云林好牛，你很快就会可以在市面上看到非常多的点。那透过这些超市原本既有的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云林县政府，我们这样在推地方品牌，其实就是如同主持人所说的，地产地销，在地消费。那我们还要希望一个是安心消费。因为我要请教杨主任，刚刚公部门的代表们也提到大环境的不得已，然后处长也提到了在地生产的高品质。作为一个消费者端，作为一个妈妈，想要让孩子们健康，这样的心态去看哦，你觉得你听完以后的回应，还有你要对我们消费者，还有这种比例更高的人，实际上做最好的选择会是什么呢？我们能怎么做？我们对那么多那个进口的那些肉品呢，很多的疑虑，真的很担心。我觉得还是政府要多鼓励我们的这么优质的农友来养殖这么好的畜产品，让我们比较有一个安心的肉品可以选择。那还有，我是会鼓励我们消费者呢，就是说尽量来买有 CAS 标志的一些肉品。希望我们是 CAS 是真的是有了，我们的政府有做好把关工作啦，不然这样子还是会有一点疑虑哦。因为之前还是曾经有一些有一些不好，像那个残留的东西，可能竞品的检查出，我们还是说，请我们政府要做好把关，那我们民众来信任 CAS 标志，还有像产销履历的这些措施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吃的是从哪边养的。然后它饲养过程有用哪些的饲料，那有没有哪些用药
是不是对我们身体有疑虑的。嗯那我们只要看我们真的有很好的一个检测的机制，我们消费者会很安心来买是比较好的肉品。那我们觉得我们这整个大环境都是好，只要我们消费者用我们这国产品，我们爱用我们的国货，那也是鼓励我们的农友可以来扩大经营。是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农委会也是一样，要鼓励我们农友嗯多多养殖，不要说哎只是开放进口，那开放美牛进口可能抵制那一些可能纽澳的牛肉而已，不是这样。其实它会冲击到我们国内的这些肉品哦，像我们这养牛、养猪业者，其实都会冲击到。那还有刚刚我们的副组长也有提到说，那个一点点毒，那个是可以容许。可是大家想，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空气、我们的水、我们的大环境，其实是有很多的污染物质。那你如果说再把这些瘦肉精再加进来，那是不是我们会毒上加毒？我们应该是可以减毒啊。那明明知道说一样一块有毒的、有瘦肉精的牛排一块是没有的，那我们要选择有毒或没毒的，这很清楚嘛。我们是应该是政府要帮把关，把我们有毒物质降到最低，尤其知道有毒就不要让它进来，我们是坚决反对。我们看到其实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我手上这一张认证标章，各种林林总总，针对肉品啊、加工品好多，像这条可爱的小猪陪伴我们过了很多年，大家都有印象哦。还有这个台湾好牛肉都是一样。那我特别要介绍，就是现在乡亲朋友看到的这一张，这个是生产履历哦。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加工品啊，或者是各种农产品上都看到这个标章，也知道它好像是一个很严格把关的东西，但是它怎么用呢？农委会的做法大概有几个，一个就是产销履历，一个是 CAS，那这个呢，事实上都有法源，然后也同时有另外一个第三的一个认证单位，然后帮消费者来把关，也就是他会帮你做测验，有问题就测证。是。那这个部分呢，也要跟消费者讲，你有生产履历，你有 CAS 的话，那基本上也有另外一组人会去做监控，那这一组人要拿钱，尤其是我刚才所讲的。良好生产规范呢，农户都要做记录，是。然后呢，他的所有的生产过程之中，验证单位也会来抽血，那这个都是他的额外的一个开销，所以他的产品就会比较贵。那我们也希望消费者呢，也必须为了这个农户的付出，也能够支持他。所以刚才也有提到，除了这个法规上产销履历跟 CAS 以外，那我们也很感谢。县市政府跟产业团体呢，它也有品牌。那我想云林县政府所做的跟云林斗南农会，事实上这就是他们做品牌。品牌事实上对一个生产者来讲，对一个厂商来讲，相当重要，是他的命脉，是命脉，是消费者的一个信用度。好的，所以这个谢谢品牌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信用度跟命脉啦哈，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乡亲都是很认真哦，不但有我们中央的认证，云林县政府这边还有在地加码哦，各种的快乐猪的认证。如果说产生误会或消费者对它有疑虑，县政府还会马上跳出来哦，为他们的产品澄清把关哦，然后还会做保险理赔的动作。好，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在地最用心生产的农民们哈，你们争取这样认证，像刚刚林大哥讲的。够卡港口，我马上要走哦，我唔惊啦哈。现在再把发言机会再交给你们，请你们跟我们谈谈你们的坚持，你们的用心。这美国牛并不是全部都使用这个培林、莱克多巴胺，它只有40% 才使用这个。那我们政府为什么要买这个有含有瘦肉精的牛肉来到台湾？还或者以后他说口口声声不开放那个。猪肉，如果这两个人下台，如果猪肉又进来，那怎么办？当然他们就是对，而且我最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就是以利益为单位，为利益主义的国家，所以他一定进来的话，一定会打压我们的产业，而且一定含有培林、莱克多巴胺、瘦肉精这种产品，一定会危害人体的健康。像我们大人来吃没关系，小孩子呢？你带一个孙子去吃一块牛肉。阿孙阿公我嘛要吃，你看袂使无好吃，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所以我们还是一直在呼吁，我们国人一定要认清我们的国人所产生的品牌，猪肉、牛肉，而且一定要拒绝含有瘦肉精这个产品来到台湾，我们一定要拒出，这个是我们的心声。好的，谢谢这位先生，在都是对这样子的食品安全所产生的疑虑跟担心。好，再开放给这位先生。
我做迄个生产履历已经做超5档哦啦，迄一档吼加开足侪钱的啦。哦。因为饲料工厂迄边嘛拢爱做记录，猪场迄边呢，牧场迄边嘛拢爱搁加一个兽医伫遐拢甲你做记录。即个猪啊，为出世到出生啊到出售，拢爱做记录，伊用啥物药啊，拢爱记载咧。是即个屠宰场呢，嘛爱搁加一个迄个小姐。伫遐拢爱做笔录，做迄个记录就对啦。伫迄个肉片这边要销售咧，嘛爱搁一个小姐啊，含迄个中央畜产会啊做迄个履历，迄个标签，迄个拢爱做。所以一年当我算起来，加开足侪钱的咧。所以讲，我希望咱政府即个把关呢啊做较好咧，啊，就是互即个杨主任，你对即个消费者咧啊，虽然阮的猪肉有较贵。啊，毋过阮敢甲你放心感啊，保证一定安全、新鲜、佮健康的。谢谢。好，谢谢这位先生。这位先生提出来这问题，我要请副处长做个回应，并且做个结论哦。他们讲到做生产履历，我做各种中央的认证，我下的成本、下的苦心可多了，可是，在回收上好像没有明显价差的时候，如果我用了那么多的心思去得到认证，但是我的没有得到争取到最大利润，别的没有做的也一样，那他们努力的这个。到底会不会落空啊？这边请做回应，并且为今天的议题论坛做个结论。我想生产履历基本上就像刚才台前林老板所讲的，事实上他很多的把关呢都是要记录。因为我假如是生产者的话，反正我就做这样，我不要做记录。可是你在做产销履历的，要用很多的记录，所以它的花费事实上是蛮高的。那我们呢，国内没有做统计，在日本呢。事实上，他们有统计过，消费者认为你这个生产履历，他认为他可以接受，可是，在价格的消费的接受度嘞，你只要超过10%、15%，他们大概就会有。还是有价格上的障碍。有。主任，价格的消涨，其实以后如果石油危机加上石油这个成本负担，进口的反而会比在地产的还贵耶。我们要怎么样教育消费者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说进口会比台湾。贵呢，其实他们国外大量的生产，他们的用的那些用药，让他们的肉品可能成本会更低，所以进来台湾呢，会打击我们这边的肉品的生产者。所以我觉得政府还是一定要拒绝那些含瘦肉精莱克多巴胺那些美牛进口，这样子才不会冲击到我们台湾的这些肉品。再来呢，你如果说一旦开放的话，我们的消费者会担心。是不是会有那些商人标示不清，或是随意来拿进口的来混充我们台湾牛肉或猪肉？这个一定会有，所以目前会这样子，因为政府它的政策摇摆不定。再来呢，让我们的消费者产生那种疑虑，所以就不敢来吃我们本土的这些牛肉，因为真的很怕会被混充。再来呢，我们是一定会告诉我们的消费者，我们这些妈妈们，我们这些外食族，你。如果要吃的话，一定要采我们这本土生产的肉品是最安全的。但至少要认明那些有产销履历的。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政府一定要来辅导我们这些农民朋友呢，赶快来建立产销履历制度。是李处长作为一个为食品安全把关的一个典范代表哦，跟我们谈一下说今天的分享结论。加安全找婚姻，那是一直我们苏志芬县长所。秉持的安全农业，那他也跟我们讨论过，其实他有3个方向，也是我们的策略。第一个呢，照顾畜牧产业；第2个，保护国人健康；第3个，推行安心消费。这边就董副组长，那我是认为说，生产履历是未来的趋向，也就是我们现在农民要保护自己、提升我们自己品质的王道。只有走这一条路，我们才能够不受外界的这种冲击。是，那只有我们自立自强，我们呼吁所有的农民都能够来参加这个生产履历，那大家能够把这一个信誉建立起来以后，消费者以后知道这些东西，他怎么会去买那种风险稍微大一点的东西呢？那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的呼吁大家就是在生产的这个。所有的农民都能够来加入生产履历，让我们台湾的这一种农产品都能够让大家吃得安心，那也比
国外的产品安全。好的，谢谢。副组长自己本身是兽医哦，又是防疫的先锋，他在经历了各种大风大浪之后，告诉我们其实怎么吃怎么决定食物进到我们的嘴巴，进到我们的身体，其实我们的消费者我们自己掌握了很大的权利，大家更努力哦。可能啊吼，因你冇办法参加了个进口嘅决策，不过因你做得用买，也系讲唔买按用最简单嘅动作来改变市场，来改变大环境哦。今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日嘅全民大会，全民大会仍然围绕大家关心，你老爱强下关心嘅议题，下个礼拜也请大家唔好唔记得收看因你全民大会，再会。